嘉义市文化路上款有一间国宝级的戏院，较早叫做是行动戏院，是嘉义市目前唯一一个存在的木造戏院。这公民团体透过联署提出着文化资产的申请，要来保存这间特别70年的老戏院咯。这文化局专工办理会刊，也或者提报人加审计委员入去这间已经70年的戏院内面了解状况。伫戏院的门口向民主戏院委员小解这的历史。嘉义市的公民团体透过联署的方式，替1956年起的老戏院来申请文化资产，希望会当保留这间捌有布袋戏表演、台语电影放送甲歌舞团演出过的老戏院。1950年的时阵，其实放的拢是咱的布袋戏，就是咱金光布袋戏的那台戏安尼啦。啊，尾后到台语片兴盛的时阵，差不多等1960年。差不多拢会开始放一寡台语片，啊，佮有歌舞团，其实就见证咱所谓台语电影在台湾发展的一个历史。乡中木造戏院当留落来，就会讲更加感觉讲哦，咱这是虽然是6000多座的木造的厝，但是这间是上珍贵、上老、上原始的。为了要审查这间戏院，嘉义市文化局邀请审理委员、公民团体甲地主，作为去到戏院内底会勘，来了解这间戏院的结构甲保存状况。地主破坏人来之家表示，这间戏院已经算是危险的建筑，为了安全的考虑，愿意拆掉来起新的。伊内底佫有分一寡阿里山的教高组，充分去反映咱等战后经济条件以下。咱用一寡快速的材料来去反映咱的生活的一寡需求。我家去啦，我最近的去较袂危险，这危险这6个公司人占的负责。提报人认为，这间查起的戏院，唔但记录家己地区5路历史的演变，嘛互家己市的木岛有更较多元的建筑表现。嘉义市文化局表示，审议委员认为戏院有民主价值，决定列册追踪，暗算半年之内会来确定伊的民主地位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